台中呢，像着非洲地这全国的猪养狗港袂使运送，也袂使抬哦。农业部长陈俊贵表示，每5天会来观察一间疫情，那15天后疫情无扩大传出去，安尼就有机会来解除禁令。今年5月，台湾则得到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认定是非毒济国。想袂到日日所发生哪像非属毒济的案例，政府是严重来看待，因为台中的饲猪场吹杀到猪仔死亡。台中动保处14号去访视，却无采样。农业部兽医所一直到2月才收到检体，互人怀疑讲敢有延前通报。农业部长陈俊贵来立法院质询，强调讲敢有毒济，目前搁在调查中。还在持续的进行哦。那至于说从10月10号到10月14号，或者是中间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时间点有一些作为，我们现在正在处理。民进党立委问陈俊贵，即马所有的防疫作为，拢是农业部在做。农业部要求全国猪仔禁运禁抬，搁禁止用粪喷饲猪，到底是要禁偌久？我们跟这个全国的养猪协会做过电话联系，做过讨论。他告诉我们，为了要让消费者安心，20天是他们可以撑得住的。它的一个可能发病的潜伏期15天，所以我们的整个的禁运或是禁用厨余是以15天为最大的一个管制的时间点。但是我们每5天去做一个观察。哪位关心讲，农业部敢有掌握病死猪的去向？农业部讲，已经提调案发饲猪场内底195只猪。规划伫场地来掩埋。以我们现在的观察，我们是在病死猪去检测到的，但是从我们的疫调过程中，它过程中，所以你也不确定说染上这个非洲猪瘟的猪只到底有没有流入市场是吗？到底这个病死猪，我们有掌握，我们没有病死猪流到屠宰场。另外，有立委质询发生疫情的原因，敢是因为饲粪喷？陈俊贵再度讲，疫调搁在进行，而且病毒的定数要22才会当完成，了后搁要做病毒分类，大概2礼拜确定了后，才会当通报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这段时间会用上严的规格来处理，嘛呼吁饲猪场的人尽量莫去北京饲猪场，营养午餐嘛尽量食其他的肉品来代替猪肉。记者综合报道。